有一个摄影师林建兴用镜头来记录到南投鹿谷的大轮山甲凤凰山顶的云瀑，实在有水，互人看甲真赞叹。鹿谷的大轮山遮伫落雨了后，就会出现真壮丽的云海。遮的云伫山甲山之间刷震动，互民众感觉真壮观。这个云瀑啊，就是很壮观，然后也很新鲜。最近呢，我们鹿谷大轮山这边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然后热对流特别的明显，所以会形成非常澎湃的云海。在地摄影师林建兴用镜头记录罕见的奇景，表示天气形态无稳定，前一秒可能出日头，后一秒就变天，所以爱来记录美丽的云海。每年的夏天，在这个暴雨过后之后，常常会出现一些美景啦。最近的天气形态，才会出现这种美丽的云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来到鹿谷欣赏壮丽云海。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